時消えたくなっちゃうのかな生き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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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たんだよな最後のさよならは他の誰でもなく自分に叫んだんだろうさよならさよなら来，我把这个线顶的文本打起哈，对使。哦 ，OK 歹势哦，两条歌风格差遮多，YouTube 放的吼。せめて今日から一人きり食べ好，直播送出来吼。顶回为虾米会读较乱去呢？因为伊本身就编辑的时阵就编较乱去啊吼。啊，所以咱搁定读即个1633年7月，顶回本来读到10月，结果搁跳转来7月吼。啊，7月的内容其实是无重要，因为进前读的时阵7月是烂过去的吼，所以咱就继续来看7月。佮变成佮对7月开始补啦吼，7月8月9月吼，佮开始看好，不要紧，咱就继续来看啦吼。1633年7月，头一篇是写讲1633年7月5日到1634年的10月26日吼，佮拢补伫遮吼。好，咱就为了伊补，咱就来读吼。7月5日。透早风游完像昨昏有真舒适的微风，会当看到好望角、好望角。这毋是迄个南非迄个吼，是线头湾南边的半岛吼。好，会当看到好望角伫咱的北方吼，好望角吼，伫咱北方差不多1海里的所在。约伫咧中昼的时阵来到南澳和大陆之间水深5深的所在，和快艇、遣盘号以及对台湾派来的3只阮的容克船停做伙。对这快艇以及容克船来得悉，也知影讲，伊赶又搁一遍伫咧广东附近和老乡相见吼。活掠伊的11只容克船，老乡倒去北平，伊赶已经转去厦门。好，见报了吼。7月6日，详细来阅读议长库库巴卡的内批以及其他的文件，以及总督阁下的命令之后啦吼，来调集秘密会议决议，因为长官阁下和议会已经一致同意。而且此地减少一只快艇也无啥物无方便吼，所以决定要派一只快艇装载2000担胡椒，以及尽所能吼，尽可能来增温的程度啦吼，装载其他上需要的粮食甲商品。伫咧大潮过去了后，积极出航前往台湾，并且决定。Roland Taylor 先生为着要暂时接任库库巴卡的议长职务，原来要坐迄只快艇
同齐去台湾，并且决定因为欠缺肉甲肥肉，决定一直到得到肉甲肥肉进前，要用金钱来代替发放互驻军，发放驻军啦吼，驻军啦吼。7月7日，长官阁下伫咧议会提出上述章远的意见来决议，所以决议因为议会和长官阁下拢共款，拢认为讲，先仔人因为惊吓吼，因会惊嘛吼，和较早相款会惊，会阁用真水的言谈来误导、来言劝阮，互阮浪费真侪费用。因此呢，阮要遵照总督阁下和当印度议会的指令，要用上猛烈、尽量莫浪费的方法来向先仔作战，去攻击夺取因的船只。为了这个目的，要派快艇 Brandon 号、Warrington 号、甲平尾船沃曼号以及一只洋客船斗阵部署伫南澳下面。这重大消息吼，因决议要拍先仔吼。我学一下这个部署是毋是我读对吼？查一下监理点，主要是这个数理吼。部署吼，应该是部署。部是第七声，70部署。哦，部署爱读做部署吼，歹势我变调。OK， 因决议讲要派快艇 Brandon 号、Warrington 号、甲平尾船沃曼号，甲一只洋客船斗阵部署伫咧南澳的下面。而且要去执行要互因的命令、指令。伫其他的船只离开因以后一两天，要留踮咧遐，甲所有停伫咧岸边或者是伫咧陆地上的船只拢甲烧掉，要甲抢来的货物拢甲保存落来。达成即个任务了后，上述的快艇要国王预定的地点，就是 Brandon 号要开动一只洋客船去好望角 ，Warrington 号要开动一只洋客船去增援。增援是啥物所在呢 ？Close by 是福建南部的潮安啦吼，伫咧南澳的东北边。这个所在叫增援中吼 ，Bell 吼，平底船沃曼号就要去东山吼，东山，我毋知要哪读吼，东山，伫遐逮捕先仔人以及葡萄牙人的船只。大船 Middle Birch 号、快艇 Texel 号、Wisp 号、Coke 号、Catwick 号、Zeebrugge 号、3号、Campan 号以及洋客船打狗号要前往漳州号以及厦门，要去遐共款要攻击、烧毁坏因的船只，并且决议伫咧顶个月14日所掠到的迄只船对萨摩日本啦吼，来到台湾的迄只占卜的船长大江，以及还佫伫阮手中的迄个水手，拢要对遐送来处地，
尽量来避免和日本人冲突，造成各种灾难，并且决议要用各种方法阻止魔道社的即个酋长，安怎读？头目啦吼，查一下即个酋理，酋长，并且决议要用各种方法阻止魔道社的酋长塔卡乱前往日本，因为伊伫日本的出现对各方面来看拢会造成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真大不利。据悉，就是根据了解牧师Candidus 和上述的塔卡乱，就是牧师和塔卡乱有真好的交情要请牧师用甜蜜的方法，甲塔卡乱留落来，上前请看决议录。最后决议，因为伫夺取战利品的时阵，定会发生混乱无序的现象，混乱无序啦因此要发出公告，搭伫每一只快艇顶头，禁止任何人不得越轨伤害中国人，就是禁止任何人袂使去伤害着希腊人更加无允准去杀死希腊人。每一个人拢爱继续摕着武器，点点留伫个船顶，详情以及如何处罚的规定，请参阅该告示。OK， 即天大消息重大决定拍算要战争啊！咱电话读的时阵，伊7个拢烂过，6个了跳去8个啊，所以即段拢无读着7月8日，还搁伫无用呛水以及搬入去地舱的物件，也伫咧无用对快艇库克号、Zebra 号和Sam 号，甲护照搬入来快艇阿森多夫号遮。7月9日。下晡，阮顺领大船米多堡号以及上述迄寡快艇对南欧下面用航出航前往漳州河甲厦门有南方，因含阮设定增援的角员伫咧东北甲东北东方，这写啥物啊？看无。增援的角员中湾的角湾估计距离阮差不多3海里，阮甲尖路指往东边，对东山岛航往海上。7月10日，早起时有北风，阮甲尖路指往东北东以及东北北。尖路拢是应该是指迄个指南针啦因含阮设定东山伫阮的西边，估计距离阮差不多3海里。7月11日，早起有南风吹来的微风，看到伫漳州河头前有一个磅空的迄个岛，阮设定迄粒岛伫咧东北东方，估计距离阮差不多4海里。下晡，起风就是围顶风的风，会吹围顶风的风。阮驶入去漳州河，暗时伫古龙树和漳州河南岸差不多之间，差不多是20深的所在，停船的好所在，伫遐停。7月12号，今仔早起的时阵，黎明天曝光的时阵啦张瓜普特曼斯阁下按照本国个7日的决议，刷去做快艇特殊号
以该快艇为司令官的旗舰旗舰哈 ，Wisp 号为副司令官的旗舰，其他依次为是 Cook 号、卡维克号、Campan 号，驶入去厦门港岛，直接驶往厦门市的头前，要去攻击所有属伫一关以及其他大关的支那舰船。迄个长官坐上快艇 Texas 号，并且处理好一切为着要发动即场攻击所需要的代志了后，就发落好势了啦哈。遂命令停伫厦门港岛头前的副司令去侦察吼，侦查啦吼，应该是侦查吼。伫厦门市头前有偌侪船只是安怎停吼？去遐探即个消息就对吼，以便会当搁较顺利来入去攻击。侦查了后，搁较有信心，今仔日就要开始攻击。长官阁下勉励逐只快艇的船长，为着要做公司勇敢而且忠实的仆人，爱管好家己的部下，互一切拢会当进行顺利，袂使因为失去秩序而犯错吼。伫迄当阵开始水开始退潮，并且对南方吹起微风，所以呢，长官阁下就伫祈祷，并且勉励水手甲士兵了后，下令起定，挂着太子旗驶入去港岛，一直进入到一关的舰队中间，才趴定停船。伫发射第一发炮弹的同时，降下太子旗，甲发动攻击信号的红旗升起哩。其他4只快艇也对来换旗。当时美丽炮轰上水迄寡洋客船，一直到最后对迄寡洋客船拢无抵抗了后，对陆地更加无抵抗，所有支那人拢逃命去咯。长官阁下即当阵才下令减少射击，命令所有小船、小艇以及 Pro 号搭上人员，什么意思？就是 Pro 号我看吼 ，Pro 号是一种尾搁长的小水只船，一般是伫咧河吼，或者是沿海咧航行，伫咧内河啦吼，内陆内底河，会当借着风力或者是过桨来进行吼。好，咱转来即个舰书遮，命令讲所有的小船、小艇以及 Pro 船吼，爱坐人去烧毁毁坏吼，烧毁停伫下方个下方啦、下方的所在吼，甲停伫即个低潮吼。迄寡洋客船，就是停伫较水较浅的迄寡洋客船啦，去甲烧掉，并且去甲停伫咧风头吼，风头风尾啦吼，拄则讲下风就是风尾的所在船啦吼，啊，即嘛讲去甲停伫咧风头迄寡洋客船，甲弄互破吼，互伊沉落去海底，总共要击毁因。差不多有25只到30只大的舰船，而且拢是配备完善，顶头载有16门、20门或者是36门的大炮，以及25到25只其他细只的小舰船。同时，长官阁下命令快艇遣盘号去厦门的北平会合快艇 Z-Birch 号、3号甲洋客船打狗号，只是因并帮助因去烧毁并且破坏所有遇会到的、拄会到的、找会到的洋客船吼，拢叫伊去甲烧掉，并且伫隔两日要开动快艇 Z-Birch 号、3号甲洋客船打狗号前来鼓浪屿遮和长官阁下会合，为着要对外权或者是经由内海来会合，就要看迄当阵的风向甲潮流的情况。
情况来自行决定。即一天就安尼过去咯。所有用克船，除了3只大以及几只细只以外，拢毁坏去咯。吴方除了丧失一个人以外，其他拢无损失。迄个人是伫咧一只用克船爆炸的时阵，同齐去炸死的。约略伫咧要暗仔迄一点钟前，中国国下请议会考虑。因为考虑讲风力未弱，要航出港岛可能有危险，所以因暗是毋是应该停留伫咧港内吼，避免明仔载去陆上，就去换陆上去取一寡阮真需要的条啊、粗的大棒、茶棒以及其他的木料，因为即寡物件会使伫咧袂有明显的意外事故之下来摕到，意思讲，即寡物件毋免去互人相见，就摕到。因此来决议讲，因暗要留伫港内，小船甲小艇拢爱配备够野的人员，伫大船甲快艇的四周围吼，烟花巡逻，防止其他人的迄个奸计吼，惊其他人来偷袭啦吼。要暗仔时阵，安全来到船顶，安撇，即个人名或者是一清，敢若是头下对注脚写讲即个安撇即个人名，或者是一清吼，应该是头一遍看到，可能是指厦门的一个加站的官员吼，讲即个人叫做安撇吼，来到船顶。了后，即个生理人，新仔生理人免着含干贝啊，嘛陆续来吼，完了倒来，因拢感觉非常的奇怪，为虾米攻击即寡用客船？为虾米去攻击即寡用客船吼？但是伫咧甲因说明了后，中国国下命令将因亲切带去快艇。库克号顶头，为着要以后要含因详细来交谈，并且甲因讲为虾米采取攻击的所有的原因。啉来遮久啊吼，就是一直生理拢做袂成嘛吼，所以发动即道攻击。7月13，咱继续看。早起，中国国下命令快艇库克号和卡维克号，趁着陆风和退潮时阵航出港岛，停伫港口。而中国国下，伊就和 Texas 号和 Whips 号留伫港内，停伫厦门市的头前。伫咧即天对陆上尽量摕到真侪条啊、粗大的茶棒。以及其他的木料，也尽可能去对迄寡被破坏的用客船搬来真侪大炮，而且也去烧毁所有存落来的即个船只。除了上述迄3只大的用客船，中国国下和议会决议，因暗并因为无风以及正风，悠然要停伫咧港内，以便明仔载早起要去陆上，佮摕一寡木料来，摕一寡茶来啦吼。7月14日，甲处置的木材用迄个木牌，就是迄个木筏吼，白仔船啦吼，用白仔船送来交互快艇 Texas 号和 Whips 号。今仔日接获一张一罐来批，内容只有用将伊的话来问候长官阁下讲话啦吼，讲话的话语强伊吼。因暗要释放新仔商人 Bendiok， 并且命令伊炸一张批去互伊关。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当面来甲 Bendiok 讲，阮
因为一寡合情合理的理由，需要向中国采取作战手段，造成作战的原因，伫个西那的大官，就是原因是就是恁造成的，恁西那大官造成的，毋是阮即马战火已经烧到因的大厅来了即场战争因为上帝的怜悯，希望就此圆满结束，并且决议迄寡对一般的洋客船以及其他的洋客船所活掠的西那人，拢爱无阻碍甲因甲上述的即个本地奥克，迄个西那行李人同齐送去即个上岸啦因上山去上岸，来甲因讲西那用即项就是甲因释放啦来互西那的大官知影讲，阮所要爱并毋是杀人浪费，而是要用所有的友谊要用即个交朋友的方式来寻求搁较和所有的生理人无限制的交易7月15，中国国下派遣指挥官 Coster， 对有 Coster 的简单的介绍，咱来看Coster 率领快艇3号和勘判号，搁再去厦门头前，尽量加搬一寡木材以及大炮，但是发现讲所有的大炮甲木材拢伫咧站去互西那人搬了咯。所以伫咧下晡载一寡即个白亚船的木材转来，即个港外和舰队来会合。即个 Coster 的介绍，咱来看者伊是荷兰阿克斯路的人，1626年 Banbury 号船长的身份对texas 出航。1629年担任Bowershaven 号的船长前往波斯1632年Negapantan 顺役，1633年对 Arakan 经由马拉加前往西那沿海，1634年以归国舰队副司令官离开，1636年对荷兰 Rupen 以及以四只船的司令官身份再度出航，前往印度斯拉以及波斯。1637年该动 Van Diemen 出征摩鲁根，1638年前往俄阿甲锡兰，1639年任命为锡兰长官以及馆长，1640年征服加野的葡萄牙人，1640年8月因为坎地的国王 Raja Singha 的命令去互被杀死亡念过就好啦，有一个印象就会知。7月16，快艇3号和勘判号以及上客船 Bridgebusham 号和打狗号前往俄斯，要去遐尽可能的载一寡牛来。今仔日Venlo 号对巴达米亚来到此地，真侪人拢破病，健康的人真少。带消息来讲，迄寡要对安稳转去巴达米亚的船只，以及要对祖国，就是荷兰祖国来巴达米亚的船只，拢还袂到。今仔日新仔生理人本地又来请求讲，厦门的大官愿意通知厦门、金门、烈士、高龙寺以及附近各岛的人，命令因送25只牛、25只猪、100只鸡来船顶互阮。若无送来，阮会当去攻击、烧毁、破坏因。但是若有送来，就莫伤害因，互因安心来经营因的土地以及做因其他的代志。上述本地个就是西那商人本地个申请讲，若
台湾大官通过即项代志，迄寡地方的人会想讲，迄只是迄个大官的主意。不过，如果阮赞成即个意见，就必须爱伫海边仔四界来搭出告示，甲即个代志通知迄寡人来催因来办理。就头前讲的讲，是哪会送因吼牛猪鸡啥吼，因袂去甲因讲就对啦，叫伊讲恁爱去搭告示通知啊吼。7月17日，顶管普达曼斯国校函议会决议，因为几项重大的原因以及较好的想法，阮将要在此地的港外巡弋吼。以此代去攻击高龙树或者是漳州河，就是伫遮顺应此代要攻击的计划啦吼。原因是第一，因为士兵已经非常缺乏，就是足欠缺士兵吼，要去攻击，就要减少差不多200人。而马尼拉的用客船必须前来的时间已经开始要过去咯。另外一个原因是，伫遐有伫迄个犹他之岛吼，有一条岛啦吼，顶头有塔嘛吼，犹他之岛的后面开始接近海庭，迄个所在水真浅，袂当航行，所以真容易来真好占领。快艇日报号免路号函用客船 Bridge Busham 号要前往北平。去为桃园附近顺翼，以便占领安海河以及金门的整个海岸。而3号遣澎号和用客船厦门号要前往南平，去马翠园附近。马翠园是厦门南平的红厝附近沿海角湾。讲3号遣澎号和用客船厦门号要前往南平，去马翠园附近，以便占领整个漳州河以及金门甲烈屿中间的航道。每一工要出海2-3海里，伫日头要落去进前，都爱真细腻来转来即个岸边。以便尽量莫去互强风吹走，或者是遭遇意外事故。今仔日快艇3号、遣澎号、甲用客船打狗号以及布枪号转来5事，早转来25只牛。报告讲，该岛的所有居民看到因一来就拢逃往大陆去，只敢若剩一寡青面的白卡以及老妇人人伫遐。7月18日，快艇日报号免路号3号、遣澎号以及用客船厦门号甲布什号拢出发前往预定地点，要按照因大去的备忘录去掠所停靠的马尼拉以及其他的用客船。7月19日，接到一张对厦门邮局下门长官会来批，长官阁下将于文休之外，敢若提起讲伊对烧火解国的用客船，烧火西那国的用客船啊，感觉真惊讶，要安怎讲？袂一时仔想袂起来。别无他事吼，讲即张批敢若安尼写呢吼。即张批即刻互以上述的方式来答复，并且命令送批来的即个信差吼，送批啦吼，带转去复函，就是回批，甲带转去，并且口条小可做一下答复，就是叫伊往走回转去啦吼，
倒位转去讲。因暗杨克船不力补强号以及两只被快艇日本桥夺来的杨克船同齐去对北边来到此地，其中一只对坎保利亚来，看到载有差不多是796里尔，其中有100里尔是也未注。哎呀，注搁要记啊，英文都早过。铸铁锅迄个铸啦吼，就是读做铸吼，铸第三声，他搁袂记。讲迄只对坎保利亚来的船吼，差不多载796里尔，其中有100里尔是还未铸的银，就是还未经过处理的银啦吼。10个 Laston 的米，这什么单位啊 ？Last one last LAST， 一个 Laston 是差不多2300斤吼，所以10个 Laston 23000斤，17担白豆壳，分装做61刀，834斤的橡胶，75斤的蜡，是蜡什么意思？387斤的即个大香木啦吼，1050张的绿皮，68斤的燕鹅吼，这是我物件啦吼。对坎保利亚来，另外一只来，对广东来吼。根据先仔人讲，因载差不多480罐糖浆，阮随甲即寡先仔人带出迄只船吼。甲因送去一个古龙寺。7月20，10点过11分。7月20，伫咧岸边抢到一只载着盐，2只船载着西瓜的洋客船。1633年21日。7月21日，用迄只上细的抢来的洋客船，充分配备荷兰人去迄粒叫做犹他的岛啦吼。大胆以及金门的西边顺益所进出的船只。今仔日，生理人本地去炸一批布料来船顶，价值是642个1/4里尔。作为生理人，干爸啊，上负欠孝之应，因此乃释放该干爸啊。什么意思？哦，不管了，就即只叫做生理人个本地可能载一寡布料来吼。7月22日，快艇3号对带来一只大的马尼拉的游客船，是对漳州河外所抢来，装载真丰富。下晡确实安顿好迄只游客船了后，佮派快艇3号去伊的目的地，像较早相款，佮再去全力顺益，并且得悉快艇欠盘号也抢到一只洋客船，但是迄只船完全袂当航行，毋敢出海。7月23日，派洋客船打交号去调换快艇欠盘号来遮，并且命令船长 Class James 带21个人对迄只快艇来做即只洋客船，而且命令即只洋客船顶的所有人爱移刷去做迄只快艇欠盘哦，什么意思啊？好，今仔日迄只被夺来坎保利亚洋客船的船长派几个
仆人送果子来准顶，互长官互长官阁下。因被亲切招待了后，就搁离去。要暗仔伫咧岸边，又搁抢了一只小船，叫做苦叶，顶头载有西瓜。7月24日，落长吼。本地学科干贝啊，甲7度上。7度是滚解，含一管2个代表对下门早批来准顶，互长官阁下讲，如果阮愿意率领军队转去台湾，会释放互阮攻击夺取的因属下的用客船。即因将要运各种货物去台湾和阮交易。即个是好，我伫咧要甲巴结哦，并且对小派因国家就是希腊的舰队表示真侪铺张论说甲斥责，很多铺张什么意思？我看无吼。讲迄个之间会造成情感的伤害甲贸易的障碍，所以因现在伫厦门长官阁下，如果想要和因缔结好的契约，就要赶紧伫咧真岛的期间去进行，因为即项代志袂当袂当延期吼。我想一下，因遮喙歹势，喙焦。就是拄则讲到一寡新仔生理人的代表吼，对厦门早批来互长官阁下啦，吼，讲若是阮愿意退兵就对啦吼，阮也离开啦吼，退兵离开，而且甲阮所里啊、外里啊迄寡种客船甲停互因吼，因就会来向阮做生理啦吼。阮答复，阮回答即张批吼，回批啦吼，讲请想一下，有偌侪年咯，阮继续不断来请求，吼，要希望会当甲所有的生理人自由交易，阮会特立偏护城堡，就是伫咧得以享受即种贸易的承诺之下，来离开的吼。你看吼，即只伊写即重要吼。迄当阵，因一开始是咧占偏护岛，新仔人含伊见了，讲恁去迄个台湾吼，会当自由交易，所以荷兰人就离开偏护来到台湾，想讲会当自由交易，结果拢去互变，互新仔人变，当然。这是荷兰一方面的讲法啦，我毋知，因为我记得迄当阵我捌看过伫片湖所写的迄个条约内底，我袂记得是毋是会当讲自由交易啦。上重要就是讲，伊讲恁退去对片湖爱退走会使去台湾嘛吼，迄个所在，阮袂管你，你会通去遐啦吼。是毋是当做生理我袂记啊吼。打败海贼李逵奇。以及各种对希腊其他的效劳，而且有遮尔侪摆用阮家己的费用，互海贼远离中国的国界，并且用尽所有阮会当用的方法要来得到即个自由的贸易。但是所得到是啥物结果？只敢若得到一个
苦心素吼，苦心素是另外一个海产啦吼。苦心素是李旦的贸易贸易伙伴吼，就是含李旦做一咧做生意吼。伊是1625年李旦过身了后，被福建当局授命为着要含荷兰人专利交易的生意人吼。1628年郑芝龙涉及厦门的时阵来死亡。只敢若得到一个苦心素，伊互阮信托到10万里尔互伊，却伫咧敢若有6个月吼，短6个月，看到伊运河转来，然后就随伊的意思，无照市价支付。无照市价来付销吼，然后就是一关伊吼满口答应吼，喙拢甲你印好，要互一两个生意人来含交易，伊家己也因为安尼来获到利益，但是呢，因所运来货物拢只敢若有够阮资金的1/4的交易量，剩的资金拢是拢伫咧。逐年拢无收效的积存之下，造成阮主人真大的损失。抑阁讲其他各种理由，即寡就是促成阮去发动战争的原因。因为除此以外，阮已经无法度来得到自由贸易了。即寡代表所trả来迄寡答复转去哦，即寡代表就是顶头讲迄个本地个干贝啊，甲气度嘛吼。讲啊，恁若贴兵阮了后，阮会去含恁做生意吼。即寡代表甲阮的货批炸转去，互因的主人遐吼，7个24日吼。唉，这诚悲情的荷兰人，来这遮已经几年啊，1624年到今已经要10年啊吼。结果生意拢做袂成吼。诚衰尾啦吼！7月25日，10点21分吼，佮9年。7月应该可能会当甲7月读煞。本地游客含岩白啊，佮来船顶，炸来差不多80两的黄金，一寡海黄、迄啥物件？海黄啦吼。又附迄个荷兰文啊，我看无啊吼。一寡海黄甲镜菱 pilins 是啥物件？迄是英文吗？可能是布的款。我查一下英文字字典哦 ，pilins。Loss of bits of outer skin by peeling or shit， 这是北坡的意思，下坡的意思。但是毋是啊，这遮是一个名词吼，叫做镜菱。好啦，不管好，但是反正就是本地个含岩白来船顶炸80两的黄金，一寡海黄甲镜菱。用来形成岩白所存落的即个债务，因坚持讲要爱阮释放迄只马尼拉用去船，因愿意像以早同款，甲商品货物充分运来船顶。要暗的时阵，因行货陆上，今仔日甲迄只马尼拉用去船的货物全部拢落来。发现内底有价值27,900里尔的香料吼，605个3/4担的苏木，1054斤的1级的丁珠香，可能是种香料，534斤的白豆蔻，14斤的燕鹅，15支的西角，西角，我歹势西角。
塞牛网个啦吼，犀牛角啦。7月26日，本着去涵盖白亚解冻两个代表，下大就是带特别对泉州送来的海盗的批，以及厦门游击的应该是批啦吼，甲一贯的批，所有的批的内容拢讲，阮以攻打时若伫个厦门市头前烧歹因的国家舰队，用阮的大炮拍死因真侪因的士兵，来回报因的一片的善意。对伫阮的抵达，对阮来到遮啦吼，因一向拢是只认为讲是像以早相款，要来交易的，或者是要来缔结贸易契约的。不过现在明白了，阮是要来和因永远纠缠不清吼，高甜吼。因无希望讲继续看到即种情形，这一切拢要结束了。如果阮还阁想要找一条补救的路，互一切拢恢复坦途吼，平坦的路途。安尼，首先阮就必须派遣代表去厦门赔偿因所遭受的用客船被烧歹的损失，以及其他的损失，而且必须带领阮的军队转去台湾。到迄当阵，因就要看讲会当国王以及其他大官关照阮的事，关照到什么程度，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别无他途咯。海盗游击甲一贯拢因此来厦门，期待会当得到好消息，并且希望会当做一寡对荷兰人有利的代志。此外，一贯伫咧伊私人的批信内底，因骂讲，阮趁因无准备的时阵，伊的用客船，靠岸咧清洗的时阵去偷袭啦吼。这无算是公司的胜利。如果来伊宣战，伊将伊战术的态度来应战，到迄当阵，要谁会拍赢，谁才有公赢吼。还阁写其他英勇光辉的事故吼。要暗啊，上述的代表被礼貌招待了后，就离开转去咯。阮请因转去答复讲，这是一件足重要的代志，重大的事吼。长官阁下将要和议会商议，然后用书面来答复协议，请因伫过2-3天了后，再阁来取答复的批信。即道即个海检，敢若写一工看起来无见啦吼，拢是荷兰即个一面倒安尼你拍啦吼，甲因的船拢烧了吼。7月27日，今仔日决议要派前一日，互阮抢来海贼老乡的迄只小只用客船，载3个荷兰人送批去互海贼老乡奥格斯汀和十四社，来甲因讲，如果因愿意和阮合力来攻打希腊，会当自由来阮遮。如果因若载商品，阮为着要感谢因，会全部来甲买落来，并且会纳钱互因。而且，阮将允准因自由通向台湾、巴达维亚，以及所有阮有城堡的所在。此外，还讲，现在是因不必单独执行因计划适当的时机。佮讲，即句意思，现在是因毋免单独执行啦吼，因的计划拄好是个好时机吼。只要因会当继续互阮自由来交易，就会当得到阮永远合作的保证。
下晡上色商务员特拉纽斯坐快艇宝vận7号对港南来到此地，报告讲今年伫咧遐拢无法度交易，因为有几只日本的甲其他的用客船甲货物全部拢卖了，因此拢买不到任何特别的物件。所以留下一个下色商务员和一个助理带一寡资金，迄寡资金有存甲现款，伫遐进一步调查，看会当用迄寡资金会当买到啥物物件。而迄只快艇 Sluterdijk 号是留伫咧海南岛下面，顺翼停泊伫遐，伫属于就是顺翼伫遐顺看迄寡属伫西那人的用客船啊吼。伫咧港南又搁听讲，因为有2只对巴达比亚来的用客船来抵达遐，所以大家拢谣传讲荷兰人决定要拍西那了，所以即寡用客船决定前往广州来取代前往漳州，用来闪避阮。上述快艇Bowen 7号前来取地中间，捌看见快艇 Braden 号。伊就是快艇 Braden 号有夺取一只载着浮灵的用客船，浮灵的浮灵吼。伫伊的讲是毫无价值哈，浮灵，这中学才对荷兰人一点路用都无吼。伫伊的监控之下，会送因的批来到遮。今仔日甲快艇欠办号靠岸清洗，并且去找更较好的船棚。好，7月28日，咱读到遮吼。7月28日，咱明仔载再继续7月读袂煞吼。好，看卖爸比有甲咱写足侪注脚吼。报书嘿，叫爸比有注明讲，即个是辽罗湾战役啦吼，是明河海上战争。进前拢奇怪，拢无讲起即个海战吼，啊，即个7月烂过去嘛，结果今仔咱读着吼。对，即个即个娜美，即是啥物人？诸葛娜美。啥物人？无，阿爽欧北，亚咧欧北派。亚甲诸葛孔明合并啊，娜美是 One Piece 内底的。哦，安尼吼。卡通内。哦，是哦，恁算 game 的哦，诸葛亮吼。好。上花起山对这种产业，那个航海士啊，就很重要，就重要诶。好，讲啥就爱即个角色最重要诶。哦，好，这是明河海战吼，看来无啥物战嘛，拢是荷兰人。伊毋是拍甲10月吗？10月诶时阵。安尼吼，后壁继续看，因为看拢荷兰人甲巴算诶啊，甲其他巴算诶船拢小条。好。安尼，我讲就是一开始战上头嘛，一开始伊拄则就是一开始那个跟吉娜迄边的船拢互伊，就是他一开始出战的时候，7月7号、6号、7号的时候，就那个其实20-30艘船都打，就是那个嘛，因为那个有看那个风向跟海流，就把他们都打趴了啊。对啊，是。所以一开始讲，然后后壁迄一寡可能就生气就佫开始剪就对啦。哦，安尼哦，我毋知，好，安尼后壁讲其他，咱继续来看哦。好，那你明仔载，明仔载会使，明仔载咱继续来读吼。好，安尼规班感谢各位。好，多谢大家。